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昌都市巴宿县的怒江大桥遗址纪念馆。整个纪念馆位于横跨怒江大桥的隧道内，全长74米。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里的故事。走进怒江大桥纪念馆，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。斑驳的老照片、锈迹斑斑的工具，还有战士们曾经背过的水袋、穿过的衣物，每一件物品都在无声地讲述着那段峥嵘岁月。这些工具早已锈蚀，可它们承载的记忆却愈发清晰。当年先辈们就是用这样的铁锤和钢钎，在怒江的悬崖峭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路。没有机械，就用双手；没有退路，就用信念。看着这些照片，仿佛能听见当年的号子声，听见凿石的铿锵，听见怒江的咆哮。他们脚下是万丈深渊，肩上却是家国的希望。或许他们也曾想家，也曾疲惫，但为了身后的山河与人民，他们选择了坚持。今天的我们站在这里，触摸这些历史的痕迹，怎能不心生敬意？怒江大桥不仅是一座桥，更是一座丰碑，铭记着那些用青春和热血铺就道路的人。